在地上大条，咱要来看新北市沙尘堡的警方，昨天下晡，甲一只那像是挂假车牌的车砸落来。不过因煞是继续检查，向油门催咧就要选。落尾手警方是拢总开9枪，才甲这个驾驶压起来。也那坐伫副驾驶的这个查甫人，伊是着枪送病院急救。半夜下晡4点外，新北市沙尘堡分局巡逻员警伫沙尘堡中正北路甲路州交界所在，发现一台自小客车，疑似怪车牌甲车身无符合，向前来拿查。警方将警车驶到小客车头前，员警落车要求驾驶落车受检的时阵，小客车驾驶拒检，佮加速驶过警车，赶紧逃走。员警险险被弄掉，就对车顶开2枪，不过小客车依然加速逃走。警方通报回报之下，伫中心路中央路口查到小客车，员警连开7枪，才让小客车停落来。远警在拦停之后，发现他仍然在肆意的冲撞倒车。我们为了避免周遭民众及同仁的安全遭受危害，所以我们就迅速果断的对车轮胎来开枪。警方当场压制10岁姓陈的驾驶，一伫副驾驶座10岁姓朱的查甫人是巴肚互枪击断掉，送去急救，暂时无生命危险。是因为他有倒车的行为，以至于他的角度有失控，是否因为跳弹的状况来造成犯险的腹部中弹？这个我们还可以再厘清。互枪击断着巴肚的20岁姓朱的查甫人是早起甲违反告诉法通缉犯，车顶涂了阿鲁米的滚啊，无超出违禁品。详细情形还阁进一步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